们班要表演诗歌朗诵。校庆活动不是应该让我们自己决定表演什么吗？我想要表演竞技啦啦队。一群老老夾夾嘅團體。你们怎样？你们实在太小看竞技啦啦队了。这项运动不是你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可以玩。安樣呢？但我本人講無用。上課以前，我要先收起全部的教練費。也係。到底还要看多少你才甘心啊？教练费全部给我吐出来！你是谁啊？光复中学幼保科2年A 班导师方佑宇。企鹅跟我们啦啦队有什么关系啊？企鹅里的 cheerleader 啦啦队员的意思，我觉得这样比较能代表我們大家哦。4月30日，同意加油。吼，刚刚看到的吼，也杂啊，就迄吼，客家天使新推出的哦，表情哦，里底哦，迄讲伊咧哦，青春哦，梦想的故事哦。刚刚伫度吼，做在看到吼，家就伫咧练习竞技啦啦队那一种。那种你们之前，因为像我常常看到在国外外国啦吼，天样敌度啊吼，做在看到的都真的非常热血，而且都会喊口号啊。啊，人家就真正安尼亲身吼，伫咧接触也就啦啦队吼，有蛮个感觉哦。我此路真係無簡單無按怪呢，因為我頭擺對競技啦啦隊印象都會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後喊口號。不過亞擺，因為我膝蓋好京劇武生，嗰時候有一些動作啊，真係冇練過一年哦，冇可能做得到。唔過聽講地度沒有係真正係國術吼，係冇？有啊，動作係。唔過國術有來做伊哦，真正冇按改吼。有樣，那祝凡剛呢？你覺得你們看到了真的啦啦隊這樣子，那跟可能國外的啦啦隊，你們有接觸過嗎？就是真的看到的時候，真的是有不一樣的感覺。其實我覺得差不多啦，然後我覺得這次剛好很適合，就是剛好因為我們這次的年輕的演員，他們本身就是啦啦隊，所以我覺得他們對啦啦隊的熱忱跟這部戲本身需要的一個感覺，我覺得非常的像，就他們也有挫敗過，然後基本上我覺得他們就是有演他們自己經歷過的一些過程跟經歷，然後把他們搬上這次的這戲裡面，我覺得他們大家就演得很自然，對啊。唔過我真正知道吼，祝凡剛冇按改呢，因為吼，因為人家鋪夜嘅時節係點嚟，苗栗係行蹤咩，係冇？光復中係都有嘛吼，啲環境吼，真正全部就會客家種呢，客家種條呢。啊，你知道你自家地度會知道自家的外星人冇哈？沒有，其實不只是在當地了，而且當地真的我前幾天第一次在那邊住的時候，然後我出去在就是街上走動，都是講客語，我就跟我們助講，哎，這感覺其實不太一樣，就覺得哎，台灣怎麼會來到一個，但是都不是講國語的地方，基本上你跟他講國語，他還是會用卡發來回你。那在你拍這出戲之前的時候，你有真的聽過客家話嗎？因為有很多人都覺得卡發老粵語懂腔啊，廣東話懂腔啊，你知道嘞？你覺得呢？其實我覺得都有點像，但是我在拍這部戲之前，基本上我聽到，說真的聽到客有可能就沒辦法，對，沒什麼機會是真的，對。可是所以之前其實真沒有很仔細的聽過客家話哈，對。而且我們客家話又分按度誒，強挑某強用按呢。不說你啲地度啊，你會練按用嘅練線哦。怎麼練自己的？像我們那個本拿到之後啊，然後老師就會先幫你注音，注音是對注音，然後之後我們再跟老師，比如說對的時候，就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記，就比如說我會用英文羅馬拼音，然後也會用日文，然後也會用廣東話，反正任何的音可以對到那個音的，我就會把它對上去。啊，你有知道那一隻花吼係青南娘的嗎？青南講的呀，比較難講。哪一個字？秋雨懂懂，你知道吼，某按改懂難。基本上我要老實一點，就是有時候那個字太難的，我就說跳過，我們就要用國語。翻一個方法來講。摸一隻諷刺就抽給。因為有時候那個音實在冇按改，冇好講，太難了，簡單。對，因為有時候那音太難，我實在抓不到那個音，就念出來搞不好就整個
不对的话，你还是要讲的，那我就会用国语来说。莫怪哦，你那国本地度哎按你劲改劲改，画过画一样，这个这个宽也省。真劲吼，真劲会安尼。不过凯旋就唔是啦吼，也下你这个基的丰盛安尼吼。跟凡刚讲的外面有经过啊，哎呀，那个阶段也是有过。不过亚哈就看车架工就好了呀。哦，车架工就较袂吼安尼讲。不过将来吼这个吼有一些诗吼，外面懂唔会念嘛。古种来这个就按你跳过，就换句话说。从下课不能念哦，大部分还是用归你嘅逻辑下去写的。不是我们这个我想我透过学法嘅欣赏来讲哦，亚基法学法，我用来讲，嘅意思较好啊。